因为伫台北市中山区一条巷仔内底有几若栋厝有楼梯。涂骹甲壁拢因为地动了后全闭起，专家就表示讲，准讲地动煞牛大鸡跳有出现拍车仔形，也是 V 字形的壁损，就要赶紧请专业的人员来评估。2楼的楼梯这边已经透光了，墙壁已经整个透光出去了。地板的壁损一直向前伸出去，楼梯有碰起来有落落去，拢无平。表面的壁损正大芳，甚至隔壁的电火拢照会过来。台北市大地这条巷仔有几多栋面体楼梯地板壁损拢比较正严重。如果眼睛能够看得透过去，那表示它已经整个穿透了。但是就整个结构系统来讲，还不至于会产生整个建筑物的倒塌或者整个建筑物的结构安全。专家讲，楼梯是八悬八低，未影响结构。牛、条啊、地板、遮内的壁，甲结构才有关系。若是壁损正明显，就要注意。亲像牛甲条的控股力翘起来，更金扫出来，接碰的所在有壁损。牛甲条啊有连线明显的 X 型、V 型到 V 型，趋向或者是直的壁损。若是厝内有出现拄仔讲的即款情形，就要赶紧请专业的人员到现场来评估，看是不是有危险。其实它的抗震能力就减低了非常的多，下次地震再来或者余震再来的时候，都有可能造成倒塌，就要事先做相关的结构的补强。专家也讲，唔是所有目睭看得到的壁损拢爱担心，会当用0.3mm 做基准点。就像是隔间的壁、外墙的壁，若是有壁损，会当家己用比原本设计强度较强的控股力材料去甲补起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